需要先帮你点餐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好，那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。谢谢。待会就帮你冰敷。好啊。魏光磊，你来啊？啊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还好吧？不是来了吗？这是我们菜单，需要帮你介绍吗？不用，谢谢。谢谢。好。你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？哪里？口红，是你送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你看我都穿成这样了，不是说带我去吃意大利餐厅吗？怎么又来这里啊？这也很好啊，那也太贵了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餐点你都点得起喽？可以啊，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，我不饿。好，那我点一个这个跟这个，还有这个跟这个。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当然，还要点这个。啊？不好意思。Hello。我点餐。不要骗我！我没有骗你为什么要跟这个死高中生约会？你，骗你。那你现在就叫他滚！快走！我拜托你，快点走！不要再纠缠我了。干嘛啦？我哪位啊？这里店里的怎样？怎样？所以呢？知道他怎样人吗？妈的，死渣男！你再不滚就叫警卫来啊！笑啊！来啊！笑啊！笑，谢。